係即係韓國人結婚咧。我知。你講，我特首講。咁香港人結婚咧就男方就準備晒所有嘢㗎嘛，咁但係韓國人結婚咧就係男仔咧就係有樓有車啫，但係嗰個樓咧可以係租嘅，可以係阿爸媽一齊住嗰層樓啦。唔係啊，韓國用翻本土車最平嗰55,000蚊港幣。咁當你有晒樓有晒車之後咧，你就可以結婚咯。咁但係咧屋企所有嘅雜物啊家私咧就全部都係女方帶嚟嘅。即係好似家私入邊嗰啲嘢咧，全部都係女方帶嚟。咁除咗呢啲家私之外咧，仲有咧男方嘅屋企人咧就會俾一個親戚嘅 list 出嚟嘅，咁啊有40幾人嘛，50幾人名嘅，女方咧就要份送俾嗰個男方嘅每一個親戚咁樣咯，係啊，仲要咧每一份咧係即係都要千幾蚊咁樣啦，所以結婚咧如果有3個女咧結到破產嘅喎，即係有啲屋企啊，所以咧唔中意生女仔咯，韓國，係啊。